你被我捉到嘞！彤彤姐姐，我怎么那么快就被你捉到了？是你躲得这么勤，一下子就找到啦。群会吗？这样算群吗？我觉得这样很好啊。拜托，某某，你就躲在我1步、2步，才差2步的距离，当然算群啊。那不然我应该躲在哪里呢？最好啊，离我远远，才不会一下子就被我捉到啦。燕燕，就譬如那边，那亮亮躲在哪里呢？对耶，都没有找到亮亮，一定是躲得很远。让我去找找看。亮亮，亮亮，你在哪里啊？亮亮太会躲了啦，我都找不到他。某某，我们来吃点心好不好？我今天早上买了好好吃的布丁哦。布丁，我也要吃布丁。你也被我捉到嘞！人家也想吃布丁啊。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布丁啦，那是我为了要骗亮亮出来才讲的啦。捉到嘞，抓到了，捉到嘞，抓到了，捉到嘞！哎呦，又被彤彤姐姐捉到了。其实亮亮，你全身都藏好了，就剩最醒目的星星触角忘记藏起来了啦。燕远燕远群近群近，亮亮再群一点点，群一点，这样啊，不行，太群了，燕一点，烈一点，这样可以吗？小西西，1、2、3，耶！亮亮没电了啦。燕群，这2句客家话你都学起来了吗？好，可恶姥姥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张来了，张来